當大家即係做完晒啦，或者開始熱身嘅時候，我咪講呼吸法啦。咁我都再講多一次頭先我哋做嘢時呼吸就空肺嘅呼吸啦，因為我哋要拉力啊，要用力啦。咁但係當我哋放鬆，或者我哋試下練核心嘅喐動嘅時候咧，好似堂上話齋，吸氣脹開你嘅肋骨，呼氣嘅時候咧，窩入去，呼晒啲氣。吸氣嘅時候，慢慢脹，俾自己感覺下咧，你肋骨、胸腔、腹腔收晒入去，俾人打一錘窩入去，要有力咁樣窩入去，然之後吸，拉翻直你嘅脊骨，挺起你嘅胸膛，吸盡佢。呼嘅時候係窩入去，即係如果而家我唔喐，我窩住入去咧，呢度會用力嘅，會冤地嘅，然之後一吸，你就會覺得啊好舒服啊，放鬆。每一次咁樣去練多啲你嘅核心嘅活動，令到佢知道咧你喐緊佢，同埋咧記住，我哋一定要配合個呼吸，唔係就咁喐，反而冇咁好。如果你配合呼吸，吸氣、呼氣，呼氣，咁咧一來咧就會練到呢度啲肌肉咧可以激活啲啦，等佢可以咧喐多啲，將啲脂肪咧變成肌肉，咁就最理想啦。